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圣殿中来敬拜他、赞美他。此时，让我们一起为了几件事项，我们同心来祷告。为了你自己与神的关系，也为了过去一周你所犯的罪，求主的宝血洗净遮盖，求主来赦免。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经济和人际关系，更为了心灵软弱、病痛哀伤中的肢体，我们来祷告。也为了这阵子教会各项的福音事工活动，求主保守带领。为了牧师今日的讲道，求神恩膏牧师，让牧师今日所分享的信息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是感谢赞美，主谢谢，谢谢，谢谢你爱我，谢谢跟着我说，主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我愿意向你承认我所有的罪。我相信靠你丰盛的慈爱，我的过犯远远的离开我，得到你完全的原谅。我们要将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经济、工作、人际关系都摆放在你的面前，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知道你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在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的身上，疾病的得医治，软弱的你就扶持，信心不足的得主你坚固刚强。特别赐福癌症治疗中的兄姐们，早日得着康复。我们也将失去亲人的会友们，求你的安慰，保抱他们，你的爱与他们同在。哈利路亚！因为主你是慈爱的主。主啊，我们也将今日的主日礼拜牧师的讲道全然交托，求主你看顾主日的程序一切顺利。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成长。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此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阿们。是的，主，大山小山都不能阻拦你在我们身上的声音，那就是你永远要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你是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你就是我们喜乐，我们的力量，你的救恩，你的盼望，就是让我们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我们永远的君王，感谢赞美你。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主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
句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因为你，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一样。主，就算我们现在在最黑的黑暗中，你的爱就好像星星一样照亮着我们每一个人，陪着我们赞美你，我们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众山不能形容你的爱，众水不能熄灭你的爱，万物歌颂你手所造，你创造真奇妙。大海不能装载你的爱，星宿不能述说你的爱，日出日落你都看顾我，你手紧紧抓住我。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众山不能形容你的爱，众水不能熄灭你的爱，万物歌颂你手所造，你创造真奇妙。大海不能装载你的爱，星宿不能述说你的爱，日出日落你都看顾我，你手紧紧抓住我。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爱你，我的唯一。你用指头画出这天地，你却顾念我心。看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知道你比这更美丽。我钟爱注视你眼睛，因为我知道你拥有我的
今世中永不分离。主你爱我，我也爱你。是的，主啊，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刻，让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神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你爱我，爱我每一位。主啊，我们用感恩的心是要仰望你，看见神的伟大作为，看见神的能力施展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主，愿今天感恩节的礼拜，有神的恩典给我们同在。虽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虽然遇到很多的挑战跟挫折，但是你告诉我们，有你的恩，我们就足够。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在礼拜中体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诗篇116章12节到14节。第二个部分是记载圣经以弗所书第1章19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上主赐给我一切厚恩，我要怎样报答呢？要上下举杯，感谢他的救恩。我要他的子民聚会中，向他还我许的愿。他在我们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使基督是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大力量是相同的。在那里，基督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以他为教会的元首，统御一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那位基督所充满的。献诗，我们由密侦小组来献诗。我们爱戴的王。献诗完之后，我由牧师来讲道。牧师今天要传讲的讯息是感恩心魔神国大事。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名人小组用诗歌带领我们来敬拜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呢是我们教会的感恩节的节庆一个感恩礼拜。那其实我们这个感恩节有时候是在正式的感恩节日的前一个礼拜，或是后一个礼拜。今年其实正式的感恩节是在11月23号礼拜四当然这是美国的传统了等一下我们可以再一次来了解。我们先来做祷告，再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感恩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我们要拿什么来献上感恩。主啊，你的话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学习，得到力量，也得到从神来的更多的启示。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话语，神亲自动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你美好的启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延续上个礼拜，我们用感恩节的这个主题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感恩心魔神国大事。我们从刚刚读的圣经诗篇116篇，以及我们等一下一起分享以弗所书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迎接50禧年，我们教会怎么样透过这个感恩节，看见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推动的一切感恩的节庆，以及迎接50禧年的事工。神的话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从刚刚读的诗篇，我们就看到第一节经文就提到说，上帝赐下一切的厚恩。我们说谢谢你的恩情，或是谢谢你对我的这个恩待。它厚恩的意思是比恩典更大、更重、更深、更广，而且更长久。这个叫上帝赐下一切厚恩那这个厚恩，圣经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说厚恩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叫浩恩，浩恩比较好讲，浩恩就是真的很大，大到无法统计浩瀚都包含在内对，汉恩也都是。那这个就是超我们，比如说小恩小惠，大家都会有，比如说大家帮忙挪个椅子让个位置这个也是恩典对不对但是汉恩的意思是大到我们无法统计的，那就是神的恩典。那这个厚恩，诗人怎么告诉我们呢？诗篇116篇12到14节说，一个感恩的表示，我要向上主举杯，感谢他的救恩。举杯的意思，我们知道台湾人也喜欢敬酒嘛，对不对？敬就表示我对你很尊重，那一起举杯表示一起欢庆感谢你，或是我对你的尊重台湾以前比较容易拼酒了拼酒，但是现在大家已经慢慢被动也好，主动也好，都慢慢改这个习惯因为台湾的酒驾真的太严重了很多人都以为越喝就越有力气，其实越喝头脑越昏那自己都不知道。那总之就是用举杯来表达不一定是酒举起救恩的杯，表示对神的感恩。这个恩是救恩的感恩呢，不是普通的恩呢，是救恩呢。那我们就也可以看见说，这个生命的得拯救的恩是何等的大，这是一个感恩的表示。然后他还表示说，要在行动中来感恩用什么行动？他说，我要在他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在他子民的聚会，就表示一个群众里面，同样是神的子民的，所以它是一种公开的表达，对不对？还我许的愿。当然，这个许的愿有不同的类型但是还我许的愿，我的理解或是我的解读是要见证。所以很多人得到恩典比如说我们这个月会安排有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那个中保代祷见证神怎么样恩待他。那这个就许愿，就是见证分享，或者说
表达神多么的爱我，恩典在我身上，许多神迹奇事在我身上，所以要在公众的面前，要在大家面前，将自己的愿，无论是用行动，无论是说话，或是奉献礼物都算哈。那其实我们教会哈，今天举行感恩节是行之有年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们150年来都这样子。其实哈，这个感恩节的这个节庆其实应该是战后，台湾战后才开始的，因为以前我们是从苏格兰的宣教士来，或是加拿大来的宣教士，当时他们在牧养教会啊，他们没有美国人的传统啊，所以大概我们的前辈在台湾战前，就是2次大战前其实是比较没有感恩节这个节庆的，是因为战后我们跟美国的教会互动最频繁，因为也知道战后美国超强大国嘛，所以他们的宣教师都陆续再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教会的影响，我们就感恩节的传统就从这个来的。好，那我们看到说，感恩节其实有很多传统，其实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感恩节的节庆，只是说不同的表达方式那牧师就不多做解说，因为这个内容应该大家都很了解。第一个是犹太人的住棚节，住棚节大概就是在9月10月这个阶段了其实大家还非常的印象深刻。前不久不是哈马斯发射飞弹去攻击以色列吗？就引发现在战争还没结束他们就是在他们的住棚节的节庆在趁以色列人松懈下来，在庆祝你看不是还有人在南边的沙漠那边举办什么音乐节吗？一些年轻人、外国人都来啦没想到他就发射飞弹攻击，而且还地面的突击队跑进去这一个庆典里面抓人了。所以到现在为什么战争还没有结束，还是不能马上结束？因为一大堆那个人质被抓到这个哈马斯他们统治的这个约旦的不是这个在加沙走廊那边那总之他们的仇恨怎么解决不是简单的事，只是说他们就是在住棚节，也算是他们的春节，因为他们有连续大概1个礼拜的假期那现在台湾因为很多教会常常去以色列参访互动，慢慢也有些教会他们会把住棚节的日期定下来，让大家知道，甚至犹太历几千年都把它记录下来。总之，他们是要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固定的房子可以住，所以又搭那个帐篷一些棚架住几段时间就要移动了所以用这个方式来纪念祖先，特别是在那个旷野没有很多物资的时候，神是给他们鹌鹑是给他们这一些吃的东西啦这些都是神给他们恩典所以他们就目前都还在庆祝，包括在国外在国外不是在以色列，他们也在他们自己住家旁边搭一个简单的住棚像这个住棚节就是简单的一个方式象征来纪念他们的祖先好，那这个就是感恩节。我们目前教会所传承的就是从美国来的感恩节，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5月花号这有一个画家把它画出第一个感恩节那个模拟的图了他们在那个旷野那个海边，然后在1621年，就是他们过了第1年的冬天之后开始有收成了，有那个印第安人帮助他们安定下来这个感恩节。其实这个感恩节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固定在什么时候各州随着他们移民是哪一国的移民来，都不同的想法跟做法啦所以其实在定11月的第4个礼拜四，这个时间也是其实到大概可能是
战争哈，二次大战那个时代才定下来的哈，才定下来的，不是很快的哈，大约是在1941年左右才定下来。那总之我们不是说啊，到底美国人感恩节跟我无关啊，跟我什么有关系？其实都有某种文化的影响啊，比如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太严密啊，像牧师这个时代。以前哦，反正流行音乐啦、穿着啦、各样的活动啊、球类啊，都是从那边传过来，对不对？好，那多少会影响。但是我们为什么台湾人会接受？是因为刚好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台湾传统农忙结束哈，收成都完成了，那就是要迎接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感恩，其实也是蛮符合我们生活的一个背景的哈。我记得当还在农业时代呢，谢牧师的故乡的教会是历史很久，140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那个时代呢，就是每到感恩节的时候，真的每一个家庭反正家里有做农的，都会把他们家里最好的，比如说那个南瓜或是各样的蔬菜各样的那个农作物，包括所种的稻子都有都全部拿到教会来，用那个摆的整个讲台他们教会也蛮大的，摆个整个讲台周围都放上去，哇，用那个当布置，真的很棒，很漂亮然后礼拜结束，大家就开始做义卖，说来这个南瓜有谁要一个几块这样子大家都把它分回去了。就是一种节庆的感觉，真的更深刻那个后来因为大家都不做农了，那拿什么奉献呢？所以就用金钱来奉献那我知道像牧师在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历史比较悠久的，他们的感恩节的节庆就非常慎重非常慎重，甚至要举行奉献的时候不是像简单拿一个袋子收奉献，他们都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的礼物拿。传统就是根据以前在奉献农作物的传统，就每一个人拿他的奉献拿到前面的这个圣餐桌。那甚至有的教会他们一年的整个经费的那个比例感恩节的奉献是占了大概1/4，甚至是1/3，因为他们就用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像牧师的故乡是抓鱼的、捕鱼的，他们不像我们领薪水平常没什么薪水，只是抓鱼有剩下鱼就带回来吃可能是1个月、2个月结算一次可能会在年底才做一个结算所以等于是以那个当成他们这一年的收入了所以也算是一个恩典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在感恩节的时候将他们1年来的收成，当然有的时候是天气不好啦，收成不够啦，但是他们就是会按照自己得到的恩典，然后来奉献。总之，我们目前教会的感恩节就是以美国的这个传承为主，但是如果跟台湾人比较有关的可能是冬至我们冬至好像到冬天了快到了，我们要吃汤圆这样子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秋收的时候。那有人觉得说最能代表台湾的感恩节，应该是原住民的这个丰年祭因为他们真的也是一年的收成啦，小米丰收啦，还有做成酒啦还有各样的那个收成植物的种植的收成。那但是因为原住民他们的那个丰年祭都不一定一样像阿美族的我们台湾族的都不同时间嘛也许它的影响力还没有扩散出来，不过他们的意义是更有感恩节的那个意义在那不管如何，我们却可以看见说这样的节庆都是有一个传承，就是对上帝感恩。因为以前在农作的时代，今年天气好不好，今年的气候好不好，节气好不好，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收成，而且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对感恩的感觉是很深刻，对不对？其实我们如果刚刚经过这2、3年的
的这个疫情嘛，哈，我们就体会很深刻。比如说有人是领薪水的，那疫情管他去疫情，反正我月底或月初就领到钱了，哈，啊，能不能上班不管他。但是你如果是做生意的，哈，你是做业务的，不得了啦，那有做才有收成啊，有开店才有收成啊。而且特别做饮食的，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做饮食的，真的是能够熬过来，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所以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了哈。好，这个丰年祭就台湾因为有原住民的传统，很多人也就会喜欢去参加。比如说有原住民的朋友啊，就去参加。谢牧师常在跟我讲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多原住民的同学，哇，老是被邀去花莲啊，什么马太安啊，什么哪里哈。哇，住在那边看到他们的丰年祭，感到非常棒哈！弟兄姐妹，这些传承，今天我们在这边举行感恩节，其实应该更内缩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有你个人，你怎么样去数算一年来，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你有什么值得感恩的？这个才是我们在祝感恩节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时刻哈。我们富强人，特别是教会，有一个感恩的理由，大概有这4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教会在开始创立的时候，47年来，刚开始神就特别安排了他美好的恩典，就是一个美好的基础。我们知道社教以前是有几个人出去传福音啊，设立一个据点，什么都没有。如果有母会来支援，那就很好了。但是我们如果知道47年的前年的历史，我们是透过王忠信牧师他们的一个家族，无私的奉献，把这块东区当时最棒的一块土地奉献出来，还奉献经费来盖礼拜堂。所以呢，前几天呢，我们的硕龙长老哈，他开始在收集我们这个40几年来的历史。他就开始去找那个最原始的周报啦，我们的程序单。他传了一张很有意义的一个我们第一代教堂建堂的一个我们不是个奠基礼拜，的开工礼拜啊，一个资料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一张，就是当时的一个简单的程序单。不过这个程序单的是这个程序单的亮点是在后面有一个歌词啦，那歌词叫什么呢？就是叫做建堂歌，建堂诗歌，而且用台语的用台语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出来就知道说，我们当时教堂是怎么盖的我把它弄成文字。他说：富强地区发展紧，开设盛会就赶紧，中会积极来推进，有得东门来接应，这样听得懂听不懂的看中文它是富强地区，所以你知道我们富强教会不是当初的人说用富强这2个字很棒，是因为这个地区就叫富强地区啦，特别是富强路以前东门路3段不是3段，是富强路。好开设盛会就赶紧，就赶快来开设，因为在发展的。再来是中会很积极我们的母会东门教会也来接应，这是第1节。第2节说。听主兄弟献土地，他就在讲王忠信牧师他的爸爸他们的家族的奉献。中会大家斗纳税，这个也是一个典故，因为当时私人的土地要奉献给教会，要扣一些增值税或是土地赠与税，那些税金你叫奉献人再缴也不好意思我们就说中会大家一起帮忙。把这一笔那个税金把它缴完了。他说：圣殿哪今起好势，就通阳光白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堂在40几年前开始盖那就可以荣耀上帝。第3节，当信兄弟同心思要将金银献给主，去做圣殿大好事，愿主祝福得顺事。这样子，那听起来还有押韵台语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前人设立的一个美好的基础特别是我们在第2次献堂的时候，那更感动。第1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
造就了我们在第二次建堂的时候，哦，已经快40年了，30几年开始建堂，很多人就学了这个美好的传承。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第二个是历代信徒的委身服事。从刚开始人数不多，但是一群人愿意委身来服事，而且当时的同工呢，大家很同心哦哈。虽然人数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圣歌队就已经很棒了。第二个，当时有一群年轻的长子他们就有一个理想，说我们有人在做事业的，我们有人在比较可以收入比较好的，我们要学习照顾教会中弱势者。那这个感动到现在还有在继续就是我们很多松年的聚会就有一群人愿意奉献出一些额外的经费，让他们有一些活动可以有经费可以参加，包括要接送有人来载一些老年人来参加聚会。这个传承就是从当时教会开始出社的时候就有了。我记得当初的发起人之一就是我们高林清长老的爸爸，那个时候他就叫叶长老了他的爸爸当时是年轻的企业家所以这个传承也是那一代的人，他们虽然资源少，但是大家愿意分享。第三个就是我们47年来教会互相人的同心合一，大家虽然有理念不一样、意见不一样，或是看法不一样，但是从来不会变成这个冲突啦，或是分裂啦，或是大家彼此这个不相往来，没有，大家都非常的同心合一。第四个，我们要感谢神是丰盛无缺的供应，是因为包括我们第二次建堂的时候，我们互相教会不用对外募捐，是大家都有钱出钱，没有钱的就是出物品或是义卖，或是二手市集我们有一群同工，他们特别去美容我们婷珍姐他们的老家去把那个最好的，我们知道美容最好的是那个白萝卜，哇，那个很脆回来还自己做做成萝卜的那个有萝卜泡菜那一样子哇，一罐一罐在义卖，那个是很花费功夫的。总之就是我们体验到神无缺的供应。那这些都是我们到今年我们还一直要感恩的理由。弟兄姐妹，感恩有理由，但是你要行动那我们教会即将迎接50周年。50周年呢，我们一起立定一个目标，就是成为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迎接50禧年，我们要将上帝国的这个大业我们参与其中，一起来努力，让上帝国的扩展，在我们这个迎接50禧年，我们今天迎接这个感恩节，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同心聚集的意向来把它实现。那这个才是我们感恩节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看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了，1章19到23节。第一个是上帝运行强大的大能，以基督复活做证明。他先证明说，为什么上帝有这个能力？他就是用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全人都无法去克服的死亡，用复活来证明上帝的能力。你说还有什么能力比死里复活还更大的能力呢？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在做一个见证说，枯骨复生，对不对？这些都是一种复活的能力，上帝拥有这样的能力。中文的圣经这样说，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他说在我们信他的人，换句话说，有人不信嘛，但是信他的人是要去确认他的大能是强大的。强大到什么地步？就是用基督从死里复活来做证明。而且这个复活不是一个现象而已，是因为主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掌这个权柄。所以主耶稣复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主耶稣复活证明他
是这个宇宙这个万物的权柄都在他的脚下。这个是保罗所给我们最美好的一个宣告。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他说主基督掌权超越一切权柄。他说很多权力，这个社会都是权力的一个分配嘛。我们要选总统，我们要选立法委员，就是一个权力的争取嘛。所以谁都想要当总统，哪一个党派？因为当总统就可以实现他的理念，对不对？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愿望能够实施出来，那个是一个权柄，而且包括他的官员的任命，这个权力太大了哈。那他说主基督掌权超越一切的权柄。我们看见目前整个民主国家的权柄，甚至大到像中国的那个独裁的权柄，苏联苏俄的权柄，北韩的权柄，他们都大到我们很惊讶的地步。但是圣经说，这些权柄都不能跟主基督来比。但我们可以说，这个权柄不只是现实世俗上的一个权柄，是整个属灵的权柄都在内。他说和现世跟来世一切的名号，万物屈服在他的脚下。最近我们的幸福小组刚办完成，很多很热闹的聚会。通常在做见证或在讲信息的会讲一个点，因为一些还不是信主的弟兄姐妹说，我也在信神啊，我拜什么神明一大堆啊，凭什么你们要我去信耶稣呢？那么通常我们在做见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说，要信就信最大的甚至台语讲得更直接说，你们信的信上大尾。我们很多这个影片的见证都在写这一点哈。那上大尾不是说好像黑道谁最大，他是在讲说，证明这个最有权柄的就是我们的主，而且世界所有包括黑暗势力的权柄都不能越过我们的主基督。所以保罗在给我们讲说，我们的大老板，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切所有的力量的最终的归结。以弗所书1章17到18节经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说，在那里，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你看，他把所有列举出来，你看得到的权利、世俗的权利，或是黑暗的权利、属灵界的权利，他都万物都屈服在他脚下，而且他统御一切。换句话说，唯有他，唯独基督，而且他是教会的元首，包括教会以基督为元首。所以刚刚看了这段话说，教会元首是基督，是他的身体。圣经也这样记载说，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那位基督所充满的。那归结保罗所做的宣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或是说我们一个自认我们是臣服在一个世人无法超越，或是说没有任何权利能够超越的主基督的权柄。所以这给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时候一个富强人的一个命定跟使命，就是说在这一位超越一切的掌权者，如果我们用世俗的话，他就是大老板。这个老板所有的资源都在他那边，在那权柄之下，我们要同心完成这个老板所指定的工作嘛。他做的事业是什么事业呢？就是传福音的事业。我们要把它完成，这样我们才是他的好的属下嘛，才是他的门徒嘛。我们尽到我们的本分就对了啦。那这样子，我们稍微从我们自己私人的生活的情境来了解说，这个天国算是一个事业吗？我们是用事业来做比喻的传福音、建造教会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事业，无限大的事业。那这个跟对比什么？私人的企业，公司大小啦，小工厂也是公司大到像台湾这几年都一直在讲台积电，它的公司大到现在它的整个税收都会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经济耶听说明年又税收会增加嘞，每一个人会领到6000或是1万嘞。那这个钱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但是整个事业的发展。那像这间公司呢，
哇，大到美国也欢迎他去建厂，那个德国日本，日本觉得建一个厂还不够，还建第二个，是因为他这个公司治理得很好，领导者。其中那个刘德音董事长，就是方仲谋下面的第2把位那一位，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写过说，他们所研发的整个晶片会看起来好像神的恩典奇迹在里面，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如果没有神，没有办法做到。他就这样谦卑啊。所以我意思说，一个私人的企业都要有一个很好的扩展管理，这些员工都是最优秀的。那另外一个权柄就是政府的部门，我们知道政府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争取总统啦、立法委员，就是因为他们想要透过这个实现他们的理想嘛。这个政府部门有公权力，他能够制定什么法律，那个就是公权。所以教会的传福音是一个事业的话，它就属于一个 NGO 的非营利事业。这个事业不是有什么产品可以赚钱，而是一群对这个理想的人，他愿意出人出力，出他的时间，是他的智慧，为了要他所认同的这个伟大的事业，一起来努力，会用这样来理解。那这样我们的大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董事长，天上的董事长，这个富爸爸就是我们的上帝。那我们看见之前曾经读过一段经文约翰14章12节到14节，他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会做比我所做的事，甚至要做更大的，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他在宣告说，信我的人就要做我做的事，而且因为他到父那边掌了权柄，刚刚不是说坐在他右边吗？所以你们做的事会比我当时做的示范的事做得更大、更广、更远、更久。所以耶稣这样宣告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一定成全。我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示出来。”所以不是我们随随便便乱讲乱说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正式宣告，跟从他的人做他所做的事，而且做更大的事，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来做。我们知道之前台积电不是也曾经发生有那个叛将吗？哇，他把研发技术拿到别的公司去，哇，曾经发生很大的风波啊。那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就要忠于神，对不对？忠于这个大公司，我们的教会。那神是全能的董事长，我们就在他名下来做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我求什么，我一定成全。”也因为这样，牧师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小会已经在年初就开始筹划，说我们要迎接50禧年，就开始要来做行动了。很多人在庆祝周年庆，就是那一年快到了，才办个活动，热热闹闹，吃吃喝喝，那就结束了。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想说，我们是要拿什么来献给神，所以我们就成立了50禧年的庆典委员会。现在已经开过2次会了，而且小组会都一直在开。那大致上，我们有空可以再把也许明年的合会手册会呈现出来，大致上会有不同的方向。那首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门徒的传承，所以牧师把它定了明年的事工主题是门徒传承齐宣教，丰盛禧年正神恩那这个门徒传承期呢，就有2个重要的，我们目前最急迫在迎接50禧年要做的事情。什么事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督精兵的团队。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一代，我们从40几年前一直传承很多神恩典的门徒来传承这个教会。我们建堂了，我们教会一个体制的改革都慢慢到位了。那我们也碰到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我们50禧年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就是我们要找出一群年轻的继承者，他们的传承，让这一群新的时代的年轻人，他有同样的基因，有同样的委身，有同样从神来的谦卑，愿意被造就，愿意被栽培，愿意被差派，然后我们才能肯定说，
我们50喜年是一个有盼望的喜年，我们是一个有将来更大期待的喜年。我们的传道部门有一个期待，我们在疫情我们曾经教会聚会人士有下降，这很多教会都这样，大概全台湾差不多少了大概1/4，25%，很大。我们是期待说，至少我们在50喜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恢复到在疫情前的水准，500个基督徒在同一个教会敬拜神。那这个工程很大，靠牧师、靠长子是绝对不够，一定是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同工加倍努力传福音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新世代的门徒比我们的原来世代更加优秀。可能有跟长老教会比较历史悠久渊源的人会听到说，上个礼拜不是我们长老教会的青年叫萧美琴吗？大家知道这个人吗？他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个政治上我们不讲他，是因为这位年轻人是我们长老教会出身的是东门教会的青年，他直到读高中已经考上省男女了，才出国读书，跟他爸妈退休了，回到美国读书，所以就开始他一连串的为国家努力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的爸爸就是以前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的院长，叫萧清芬牧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推荐他的女儿那一篇应该是他在花莲选立委没选上那一次他写的，因为他爸爸在1年多前过世了那我觉得感动的是说，这位萧牧师他是当院长，也算是在社会上被大家所肯定的一位长辈但是他说他到美国以后，他的女儿越来越有活力所以原先是说萧美琴是萧牧师的女儿，到后来变成说那个萧牧师你是萧美琴立委的爸爸就是变成变化了他写一段话，有一段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有人说哇，你女儿的那个成就比你大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酸酸的？他说没有下一代比上一代强，那是最合理的事情，这样才肯定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嘛那我也用萧牧师他讲的这一段话，我期待富强教会50几年的新世代是强过前面的世代，但是不是空口说的，是要有一群愿意委身、愿意被栽培，而且愿意参与各样服事，特别是在自己的各样的恩赐被发掘出来的一群年轻人。那这个是一个大工程。第二个，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神国的大事业，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公司的子民，我们要怎么努力让这个大事业更加的扩展呢？我们就是积极推广各面向的福音跟宣教事工我真的很感动，觉得真的很感恩我们今年的幸福小组已经都各组都完成了，一共有7个组。7个幸福小组大概平均有的是用6周，有的用4周，平均起来大概是5周嘛那7组就是35周。我把它认定成说，他们一共举办了35场微型的布道会。那再加上最近这2个礼拜，我们举办感恩节的餐会啦、茶会啦，大概也10几场吧，大概50场，1年50场的布道会，比我们请一个名牧师、名讲员来讲一场大场的，我们不知道接触过至少100个以上的慕道友，不简单呢。有100个人曾经进来我们教会，那不是简单的事情。那其中有3个里面的项目让我很感动。第一个是生命故事的见证，感动的是说，每一个见证是真真实实的，是活活的一个见证，是他亲身经历的。他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发现说这些故事哇，真的重要，很重要。不只是在这个小组里面讲，希望说我们在50周年的时候会成立一个影音小组，来把这一些
美好的见证把它拍下来，而且会不会写这个文章来出版见证集？因为这个是就像刚刚我们读经文讲的说，我们要在他子民当中还所许的愿，做见证。一次小组聚会就一个见证，你看35个见证，大概都没什么重复吧，而且都是自己人在做见证。我说，我们互相教养什么软实力？我觉得这个就是软实力啦，啊，不是看教堂外观多大多少。第二个是每一个无论是副长或是邀请讲员来讲的福音讲述，也是非常棒，感觉上非常的生活化，比牧师讲到还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是真正用生命在见证的。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小组聚会当中，一个分享那个恩典卡，神透过一张小小的卡片，在对这位慕道友说话，而且很多人看到那张就哭了，你知道吗？我们又不是故意设计的，又知道他的背景，哪一张适合他的卡，是因为神透过那张卡对他说话，加上一群小组的同工为他祷告，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来决志要信主哈。而且我们个人跟小组牧区呢，最近陆陆续续都有人推动自发性的，不是牧师派他去，不是说教会有这种活动，是他们自己愿意说我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就更不简单。因为在自我的生活领域、自己的专业上面开创各类型的福音事工。我们很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幸福小组怎么样操作哈。这个是借力幸福小组哈再来是这个是幸福厨房，我们的密侦小组哈，在他们的家里面。这一张是宝贝幸福小组。在幸福小组推进当中，就有人已经先决志卡了哈，先决志卡要来受洗了。再来是启动幸福小组，我们新楼医院所推动的幸福小组，也有人要受洗哈。祈愿幸福小组是我们的年轻的哇不简单，他们年轻的人组了一个幸福小组，而且是最晚结束的哈，上个礼拜才结束他们做了很好美好的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些年轻人大家都很忙哈，但他们愿意委身在这个事上面。我们还有一个叫果真小组，刚刚是社青我们的基甸牧区这个是一个很多带小孩来的一个幸福小组是我们的果真幸福这是在地下室他们人到最多的时候是40-50个人而且还特别有老师来带领这群小朋友一起来做小小的幸福小组，感谢主。那还有一组就是只愿幸福小组，也有人在每几个礼拜就决志要受洗了。那我们还有举办福音茶会大概10几场有吧每一个人都很热情的参与这些福音茶会跟我们的餐会感谢主，大概所有的活动大概到这个礼拜做一个恩典，我们最后就神动工来，让它成为丰收的果实，就像感恩节一样丰收一样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感觉有一个期待，我们就是推展了社区的关怀事工跟慈善事工。我们这已经推动2-3年了，慢慢有点经验。我们每一年跟希望爱基金会合作，我们邀请了我们社区附近100个低收户，我们能够赠送礼物给他做一个关怀。我们下个礼拜5也要邀请一些这样的弱势者一起去做一个爱餐一个聚餐。那上个礼拜才刚开始，我们的牧区有一群志工，他们就组队去新楼麻豆医院的养护中心举办一个传福音、唱诗歌、带动唱的一个工作。我们也由关怀组我们的新厂长他们去跟自强里的里长合作，说我们能不能在社区里面大家有推动一些公益的事工。这是我们是期待50周年的时候，这个区块能够做得更多，有一群更多的志工一起出来就是礼拜3我们这一群同工去麻豆新楼医院的养护中心传福音，带他们唱诗歌，陪他们祷告还有我们发现了有一位我们姐妹的妈妈90几岁了，也在那边安养说大家跟他们坐一起照相这样子。
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这个50喜年不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很虚幻的，而是我们脚踏实地，在今年从感恩节开始，我们启动了整个迎接丰盛喜年的一个感恩的时刻。所以我们期待能够强化增进各样硬体跟空间设备，用感恩的心献上为主所用。我们教会到今年刚好献堂10年了。如果说你才这几年才来富强教会，你以为很新，其实已经10年了。如果到2026年，其实就已经落成12年了哈。那我们知道一个建筑物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要更新或是维护，让它能够保持好像一直很新的状态。为什么很多大楼都会重新叫做重新外墙都重新拉皮，是因为要让它感觉很有质感。其实我们教会也需要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有一个软性的工作，就是我们预备要祝福众教会，向各教会分享上帝的恩典的产业。我们的这个组做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要做小组事工的分享，我们要做祷告事工的分享，我们要做圣歌队一个研习的分享，小组我们这个敬拜赞美的分享，还包括我们的刚刚有讲说我们要筹备历史资料，能够完成建50周年，我们神在我们教会所恩典的轨迹。那这些都要人员，都要经费，所以我们才说今年我们用迎接50喜年的一个感恩节的奉献，成为我们这个等于是第一块砖。我们在建堂有比较年资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时的周报有1页都专门半页都在一间教堂的砖一块一块一块如果经费达到了就涂黑色的还没达到就空的。到2017年2017年的感恩节，当时的我们的那个建堂委员的主席就是赵庆长老，他就拿了一块象征最后一块砖的砖头绑个蝴蝶结在台上奉献给神。那等于我们的建堂就在那个时候完全圆满结束了。到现在又已经5、6年了，你看，那在迎接50喜年的时候就7、8年的时间，我们期待有一个新的成长突破。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富强不是教会名称，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从神领受丰富的恩典，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因为这样更加的强盛所以谋图神国的大事不是一个口号，而是邀请全教会全体富强人同心合一来奉献，来委身来参与。那我们的筹备小组会公布一些细节，有些是被邀请来参与这个筹备的工作，有些是有恩赐的，有各方面的，比如说有文字恩赐的，有照相恩赐的，这些都会慢慢来邀集大家。期待我们明年就是正式起跑了。求神让我们在这2年当中因为我们经历到神恩典更多，我们的感恩有就更大。牧师这个时候要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准备邀请弟兄姐妹有病痛需要得医治的，就预备心，等一下唱诗歌的时候到前面来。那楼上的不要客气还有包括一项，你不是你本身，但是你的亲人你所爱的人他有身体病痛不能来教会了，你也可以到前面来，借由代祷同工一起同心祷告，愿神动工赐下医治我们现在做祷告请我们的敬拜团还有代祷团预备。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迎接50喜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因为神恩典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正式启动是因为要唤起邀集弟兄姐妹无论大小都有份参与这个50喜年教会圣工的建立。我们是要图谋神国的大业，而不是私人的利益。愿福音更广传，教会更兴盛更成长。主我们将从今天的感恩节开始，借由大家的热心的奉献参与，我们放下第一块砖，为了要使神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同工邀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客气，你自己本身需要得医治，或是心灵上有软弱需要被关怀的，或是你的家人亲人需要得医治的，楼上楼下都一起来。我们要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用客气来哈。还有大楼团队也一起来。求你来到我的里面，不要客气哦哈，勇敢到前面来。生活中的就烦，偷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不要客气，勇敢的到主前面来。你的行动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那里就有自由，楼上楼下都可以来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是的，劳苦重担得自由。你来赐我，不要客气，再唱一次，一起来唱。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忧患，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有2层的可以扩开一点，可以移开一点，不要客气啊哈。那里就有自由。我们可以站在第一排，不要客气，稍微让一下位置。我们用诗歌来到主面前，用谦卑的心求神赐下医治。我们声音音乐轻轻的来，我们请同工开始为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来做祷告，服事的祷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同心来做守望，说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你是施下恩典的神，求神的平安喜乐医治临到我们所有代祷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在线上，我们在网络上一起敬拜神的，你也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所爱的朋友他们的病痛来祷告，愿神赐下医治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再继续同工敬拜团可以在这一首诗歌，轻轻的唱哈，再继续唱。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神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全在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赐下恩典，赐下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亲自成就医治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继续祷告，我们继续祷告，继续求神开恩，去求神医治，求神赐下恩典在我们当中。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哈利路亚，赞美主！求你来使我。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一起来唱。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忧患，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呼求主。哈利路亚，主应许我们的祷告。那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来使我自由。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我们
们一起同心求神开恩，赐下医治，赐下平安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应许的神，你是大过一切宇宙所有权柄的上帝，你是掌权的神，赢过一切空中的灵以及世上的权柄。是的，医治就是你大能权柄当中。主啊，我们为走到前面来恳求得医治的弟兄姐妹祷告，请你应许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恳求。我们也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所亲爱的人，我们所敬爱的长辈或是家人祷告，求你也应许他们的祈求。在线上、在网络上一起同心敬拜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将他们每个人祷告的愿望跟祈求，神应许他们。我们确信，我们要看见你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要将它见证出来，要见证神你的大能、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信心喜乐，要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坐下，谢谢。我们先回座哈，弟兄姐妹啊，在奉献之前，牧师再做一个补充报告。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周报里面又加了一个新的奉献袋，它叫做互强50喜年感恩奉献袋。那就是牧师来做一个邀请，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要为50喜年的事工来放第一块砖哈。我们如果筹备硬体、软体、办活动啊，办一些造就的事工，我们大概前后可能要好几百万的经费。那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经常会在使用。那我们想说，从明年开始事工开始，我们就把这一个专款放在一个专用的账户，希望能够得到弟兄姐妹，因为你的参与，让他能够在经费上能够不缺哈。所以是感恩节的奉献，没错。但是平常如果你觉得我最近有得到恩典，我要奉献，你可以指定用感恩奉献袋来奉献。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牛皮纸袋填上说为50喜年。愿神透过我们每个人的感恩的行动，看见神在50喜年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远景，能够达到我们所要追求神丰盛的产业。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开始来做奉献。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请会众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
我们先翻开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遍。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申命记31章第1节，我们再一遍。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申命记31章第2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治理交通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今日11月26号举行感恩奉献主日。那今日有不便奉献，下主日奉献时也可以用同样的奉献袋，我们列入在此奉献的项目。第二点，下主日12月3号为代降节第一主日，我们用预备心来迎接主日耶稣的降生。第三点，本会在本周五的12月1号晚上7点50分举行代降节圣诞点餐的一个祈祷会，我们邀请兄姐一起来参加，一起来见证主的恩典。第四点，下主日12月3号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请兄姐为神学院的师生来线上祷告跟关心跟奉献。第五点，本会下主日12月3号主日举行年度施工会的研讨，我们邀请同工跟新旧长职的一个还有牧区小组长，还有团契首长、侍奉团队的队长跟全职同工一起来参加。第六点，本会的第2场福音主日明天讲座是在12月10号来做举行。第7点，我们12月17号举行圣餐的洗礼式，我们为要做洗礼的这些兄姐来持续做关心跟代祷。我们其他的消息跟牧区中总会，我们请会友来看，在我们的周报的第8页跟第9页，如果有奉献有出入的话，我们请找财务这边来做更正。最后的部分，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感谢主哈！我们刚刚看那个图卡有好几张，一个就是已经报告过，就是庄雅慧医师呢要在12月10号。我们期待我们信务小组或是福音餐会茶会的所有的 base 的一个不要漏掉，邀请他们说来参加哈，来参加这个见证会，看看庄医师他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哈。那这个是礼拜4要举行的这个朱任牧师的一个神的帐幕团队，一个非常棒的有属灵恩膏的一个敬拜聚会。那这个是不止我们教会，是所有台南众教会，你有好朋友在别的教会，就邀请他们一起来敬拜，同心的敬拜，神的大能施展就在我们当中哈。那这一章就是我们黄义斌老师要在12月9号举行一个盆栽的一个指导，他是一个专业而且是教授级的很难得，我们福音长老大力推荐但是要报名报名才能够准备材料嘛所以请大家在那一天虽然是松年的聚会，但是欢迎大家都喜欢，特别是喜欢盆栽植栽的欢迎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今天欢迎一个新朋友，叫做辛博轩姐妹，来在那边欢迎你。感谢主是我们汉恩的同学是不是？好朋友，邀请他来他也是基督徒是海埔教会的我们浩恩跟汉恩真的是浩跟汉很会邀朋友，很会邀朋友。教会也要比赛一个邀朋友来的比赛，看谁邀最多感谢主，继续欢迎你们来好，那我要请同工帮我切到那个牧师讲到的后面有几张我们那个圣诞灯的照片我先来做口头的补充报告第一个补充报告就是我们的这个12月17号要举行我们洗礼式那已经报名了，我们有10几位，已经名单在这边。但是有的小组可能这些决志者还在做一点鼓励的动作如果他们已经确定了，继续要栽培陪他们做那个申道问答，先一个预习那我们在12月
快到之前，再会邀集全部到教会集合，再给他们上一些有关教会的一些事工的课。但是个别的可能要各小组自己来给他们指导哈，让他们陪读了哈，陪读才不会觉得有一点有压力哈。可能大家邀，我知道有的小组长已经邀他们一起来上课了哈。那其实我们为这些名单来代祷。第二个是我们教会周年庆呢，历史小组已经开始在动作了哈。刚刚牧师播的那张我们建堂的那个程序单，就是我们历史小组开始收集起来的。那我们也有那个我们要请大家提供资料，当然如果比较年轻的会友可能就没有这些资料，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资深的会友，我们欢迎提供这些历史资料。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苏瓦班芥菜鼓励小组，他们都已经开始义卖了所以呢，这个已经收入有1万多块奉献7000多块，就是我们教会第一笔感恩节的奉献，或是我们50周年的奉献很好的开头了也感谢这些同工一起努力帮忙烘焙啦希望下一次还有更新的产品继续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当然有弟兄姐妹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可以制作这些义卖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的教会报备刚刚大家觉得适合就来推广好，那有几项小事情要报告。第一个是我们福音月历已经来了请大家记得去领一户一份有两种款式。第二种是我们的周历手册，所有的服事的同工首长都有有的是自己订的，请你到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去领那还有第一季的季表已经开始在筹备了，请大家提供资料。还有爱心午餐，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3楼来一起享用午餐好，那刚刚有看到这个照片，就是我们今年开始试灯了，因为今年的代降节是下个礼拜才开始，所以我会晚一点，在礼拜五我们的这个祷告会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个祷告，而且前半段会在礼拜堂做祷告会，然后大家一起到楼下去这个就是灯现在试灯的情况，打开的情况了就是我们打开，这个晚上感觉非常温馨我们也提供这些附近的社区的居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好的印象愿意来接触神，来认识福音这是我们的礼拜堂。那期待我们后来还会希望我们的整个礼拜堂外墙有一些灯光的一个修饰雕饰，让它整个礼拜堂感觉非常的温暖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礼拜五我们的7点50就开始祷告会，然后下半段时间会到楼下去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最后再补充一次，就是我们这个感恩节奉献呢，不是在感恩节来奉献平常你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奉献当然鼓励说家人比如说我奉献1笔，但是你可以把家人的名单都放进去，或是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做一个单独的奉献金额多寡不是其次，而是大家有参与，一起参与在里面欢迎等一下到楼下去领这个月历，因为它是比较大的，所以要拿比较不方便大家自己能够携带好，特别是骑机车稍微要有一点把它卷起来或者怎么样拿好，希望大家过一个美好的圣诞假期，我们来做结束，谢谢。颂荣，我们请会众请起立来唱我的神我的王最后我们由牧师来做祝祷。你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怜悯，跟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请做默祷来避会。第二盘的礼拜已经结束，可以跟我们隔壁的左右邻居来做问候。